當然總理府底部還有一些合法去底部哦，有一些有合法用嚟去底部，像一個小茶、熱茶，用個熱茶，其實就係叫做濃茶哦。一個當然係講做事嘅時間，身體個原因，唔總得飲涼茶，飲係會熟到，一定愛飲小茶，那唔會眼神，那唔會壞係，那唔會腫壞哦。故所以飲一個小茶嘅時間，其實伊嘛佢快樂個由欣賞來代言哦。似一個草坡松嘛係，雖然呢這個雞嘛本人吃係的，不過呢連規家人的心哦，嘛從不讓窮下，唔會分散哦。目前人的身份，也可以窮下團結窮下哦，唔會分一個家庭會散係咯。有個我其他兩篇作品底本我哋看到嘅不單像總理府，從海外伊也溫馨，伊可以用嚟去主持一個家庭，欣賞不偏嘅眼神，伊嘛可以做細來嘅南美人嘅工作個，同一個家庭唔會俾散係咯，嘛唔會俾一個新人嘅惡做，唔會俾欣賞，唔會俾人欣賞講按擔心咯。又係兩篇作品我哋看到嘅一個溫馨，什麼嘢不單是什麼嘢，還有對懲罰一定會懲罰下來，唔會就按你說呢，冇希望哦，也可能我哋看得到希望嘅，唔會俾伊發生悲劇哦。